根据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消息，在外留学的年轻爸爸萨达姆·穆萨普尔将快要生产的妻子送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父母家中待产。等孩子出生7个月大，还在吃母乳的时候，被中国政府抓捕，关押在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至今。7 aylık balam tusa menen aramdım boğalla ayalımda ekirke kette menen. İçerideki anasının sütünü immatkan bala bugün tuyuksuz anasının sütünden ayrıldı. Ben balamını dem, ayalımını dem, hiç kadın namazı katlaşmayı, hiç katlaşmak ben. Sen Xitay aramdım boğal, hata adam bilen tutuşup kaldım ben. Ölgüç sen bilen karışmama ayalım açıkça ballarıma gipimle anlap koy körü atkan basam uçpingli。中国外交部反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利亚的攻击，表示说，他们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影响国家的独立性，捍卫领土完整和主权。专家说，中国政府占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的土地，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中国政府为将他人的注意力集中到叙利亚战事中，努力试图掩盖自己入侵、占领、屠杀、破坏等犯罪行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江苏苏宁中超级联赛维吾尔族足球运动员埃尔帆·耶兹加姆被中国政府抓捕。这位19岁的足球运动员被抓原因是与足球队一同参加海外训练并参与比赛。特定记，阿富汗总统加尼重申向塔利班提供和平报价，称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如果积极地接近和平建议，可以作为一个政党参与下一次选举。沙特阿拉伯第29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召开地点从首都利雅得改在沙特王国东海岸宰赫兰市举行，并要求反对阿夫林在阿拉伯联盟的行动。